即马大学生毕业到底有啥物想法？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美术系毕业认定都有167位学生，不管是单纯完成人生一项重要的作品，会当顺利毕业，行出校园。透过因的画笔等各种的媒材来描写、来创意思考，发现有真侪是以家己作为主角的体验，对未来出路、对生活的茫茫渺渺也好，拢是为这段艺术创作的历程留下记录。一种现在大学生，然后就是想要躺平摆烂，然后就是现在大学生都会说要回家吃自己啊，然后就是分成7天，一个礼拜有7天，然后就是你每天就可以吃不一样的部位，然后最后一天呢是剩下头不能吃，因为你过了这一天后的一个礼拜又会长出来，然后就是一周一周这样循环。耳朵作为五官里面最后一个消失的器官，所以我想用耳朵来代表我的毕业作品。然后这是全部都是用木雕，然后再用金箔的方式来呈现，就是那些话语的珍贵。我们的主题叫做默默苍苍。那像默这个字，我们就可以翻译成，例如像 suddenly 突然的这种感觉。那突然的忽明忽暗，那其实也反映着在创作路上，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艰辛，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我们会获得一些成果。那这样子艰辛的路程，其实也很好的反映在了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之上。当中美术系学生的作品，毛以心灵各种作为主题来关心言论自由、关心科技冲击生活等社会议题。现在人很常面临到一些焦虑啊、难过这些情绪，然后就是用这来做一个转述。然后再配合现在科技的部分，科技快速发展，然后其实都会造成很多现代人的文明病的部分啊。这场展览不只是毕业成果的展示，更是一场关系艺术甲未来对话，邀请民众4月19号进前前来欣赏，共同感受新生代艺术家的无限可能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